好，来继续。好，迄时无讲学校简单有亲像厨房的款，不过是无替人无替人的钱拿定。礼拜日无读，囡仔着到拜堂做礼拜，也有互因学诗甲白话字问答。嘿，问答是啥物？问答？问答是问答，问答因为了解，嘛是因基督教迄款的。基督教你传，伊迄当阵的传教有一种用问答的方式啦，诶，就是英语敢是叫 catechism 迄款的物，迄嘿，款的。我毋知咧，但是嘿，因即个是足因迄当阵嘿，少标准的即种传教方式，就是因会编一寡问答的字吼，叫做教你是，答啦吼。嘿是，小结又搁分什么小教理、大教理吼，小教理，嗯，嗯，哦，海德堡教理问答，因为我记得有两本啦吼，一个是为什嘿，么的小教理问答，啊，一个是大教理问答啊，另外主要我知影是两个吼。啊，你知影嘿，这问答就是足简单的，比如讲啊，因就是甲即个基督教教义用一问一答、一问一答的即种方式来甲写出来就对啦吼。譬如讲啊，人为虾米犯罪吼？人为虾米有罪就因讲啊，因为咱哪有罪人为虾要安怎赎罪安尼对啊，就哪个安尼的问答啦吼。好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有即物件？有听过即个物件，嘿是，英语叫做啥物我都毋知吼。人已经收押无。该就是迄个，其实敢若之前有看过即个迄个相关的即个内容物件，嘿是，神有几个啦吼，拢安尼。迄当中就是靠安尼一问一答，一问一问安尼来考验讲你对即个信用了解到啥物程度安尼。嘿，迄当中，譬如讲你要受洗，你著爱经过即个问答，伊会甲你考过问题，安尼。OK，好，应该，你只好着迄个即个书问答，好，对，好，我来记迄个汉字。好，继续吼，白话字问答，甲念圣经，亲像主日学的款。不过迄时无主日学的名，抑久不只有利益伫教会，有利益伫教会，囡仔的爸母有诶对安尼来信道理。做艺术的神师，艺术是啥物？艺术艺术艺术工了学校解了解，那讲了，公益学校我袂晓讲吼，艺术啦，就免钱的学校啦。好了解。我来记一个好啊，我今年顶摆嘛有看过即个书好艺术，敢是嘛是即款的艺术，敢嘛是迄个汉学仔的艺术，呃，也是无一定啦，别的。艺术就是我开学校免钱安尼尔，汉学有诶爱拿所钱啊。你以即马讲讲即免钱毋过即个是讲，学校教的是啥物款的内容？你若教会当然嘛是不止，嘿，若是教会就是教会就是内教容就免怎讲，就是我相信因迄就搭是嘿，除了教道理以外，嘛会教你一寡天文知识、其他生肖啦，什物捌字，好好我好相信是有啦。，OK，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做艺术的神师，现时也有两个伫地，一个是红色
金是百里分，百里百里百里分的义恶，不知教会罪。长老，哈？你接对，你接唔到，你抓去啊！哦，对，好，红色金是百里分教会的长老，百百里里分，分，好，是百里分教会的长老，伊捌教百里分的义恶，不知罪年，后来做区长真久。好，这段长长的，你敢买来读一遍？好，这个仪式我无解清楚，到底是讲教会仪式呢，还是一般？我感觉看这个上下文的意思，应该是讲教会的仪式，应该是吧？好，OK，头前是讲教会的迄个代志。应该唔是干那教迄个基督教的教义尔啦，吼，我相信可能我那有教一寡知识啦，吼。好，咱继续讲吼，迄时无讲学校。简单有亲像厨房的款，不过是无摕人的钱若定。礼拜日无读，囡仔着到拜堂做礼拜，也有互因学诗甲白话字问答，甲念圣经，亲像主日学的款。不过迄时无主日学的名，还佫不只有利益伫教会，囡仔的父母有诶对安尼来信道理。做仪式的先生现时也有两个伫咧，一个是红色金，是百里分教会的长老，伊捌教百里分的义学，不知罪年，后来做区长真久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是。好，搁一个是李忠雄，伊捌教论啊定，甲轮啊顶，好，教论啊定，所以讲应该是第二声，实在是看无清楚。顶是第二声啦，顶是第二声。系啊，这个就是顶后头顶悬迄个声符号，并无看无清楚。好，轮啊顶，你知影？轮啊顶，哈？轮啊顶知影意思？咁就是山顶迄款的意思。对，轮啊顶就是一个小山顶啦。看起来是一个小山顶，啊，毋过无咪所在的。嘿，我知影轮啊是一个山，小山哈。啊，毋过轮啊顶看起来伊大写，伊也是 uppercase，所以讲敢若是一个地名，的地名，嘿，是。好，轮啊顶甲河上洲嘿，无咪洲好，河上哦，河上洲就是泸州啦。泸州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所以讲轮啊顶应该嘛是三顶埔迄附近的地名，敢是？轮啊顶我好，了解。轮啊顶啊，河上洲就是泸州，我来记一个好啊。大家会使记一下。泸州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轮啊顶甲河上洲，义学不知罪年，了解。我看卖，轮啊顶。好，我拄则去 Google 轮啊顶，感觉是伫迄个大家毋知影士林树林，哦，轮啊顶是树林哦。
系啊，我嘛毋知影是，这敢是共款的地名，我来看觅。惠上洲，我来看觅。河上洲甲惠上洲有即两个名，都拢是泸州。我来看觅吼。路仔顶，伊讲是伫沙丁堡甲巴黎诶对面诶，叫做轮仔顶。好，无对呀，知影是迄群。好，继续读。巴黎甲即个泸州这车，嘿，你若讲泸州对面遮，可能是即家位啊吧，我嘛毋知轮啊。哦，系啊，看起来无，看起来系啊，迄看起来有山。吼。因为即个观音山啊，哦，好，嘿，我看觅迄个轮仔顶，也甲泸州斗阵吹。小地嘿啊，名啦，你可能爱去来即个甲位啊问在地人看有人知无？无嘿啊，咱若是去找着一个甲迄个泸州有一个公庙，敢会公庙，所以叫泸州保护宫。嘿，是，好， OK。啊，即个泸州嘿，是叫做河上洲，这是我知较早是安尼叫的吼。我为虾米我毋知？好，哦，这个有解说，这个。好，这解说拢无一定准的吼，有时是。我不相信是迄个故事安尼。迄是参考，罔看，嘿，无一定准的意思。好，好，咱继续读。后一段后来有进做啥物做秀才哦，原来是安尼做秀才，也过来做新学校汉文的教师。了解。现时要在任。了解。哦，了解，安尼伊安尼无分段，无共段。系啊，第四个法度，这个应该会分开啊，这个应该是分开新的一段才好。好，是设义学啦，歹势，所以义学拢是指即个基督教一个教会伊所设的即个义学，所以即个义学是真正应该就是教会的，是。若干那教主义，应该是安尼讲。你看伊即只安尼讲，伊讲礼拜的时阵无读，礼拜日无读，就是即个义学平常时是教一般的课程，甲礼拜日无读，则教即个基督教会的迄个教义。嘿，是。嘿，好，所以因有设即个算西方式的即种学校啦，吼，来教即个迄当时的台湾人。是安尼好。安尼真好。来，我甲即段先读者吼。佮即个是佮一个是李忠祥，伊捌教轮仔顶甲河上洲的义学，不止侪年，后来有进学做秀才，也搁来做新学校汉文教师，现时要在任。好，后壁第四个传道的方式，第四个制约。了解。制约早时伫台湾西约真少，拢是汉约了。该牧师来传教，也有用约送人。迄碟的传道，大家有学淡薄伊边的法度，若有小可的镜头，大概会晓打点。打点，我敢若有看过即个书，会晓打点，所以常常
伊即个音拢飘了奇怪怪吼，打嘿，应碟，该是应该是第二声，打打碟，嘿，打碟，打碟，好，会晓打碟，所以常常有人到拜堂讨约，有时拄着人冤家食阿片糕，也是阿片糕，应该是阿片糕吼，食阿片哥，阿片糕，嘿，好，买纸巾哦，紧来讨约去食，互伊个吐出来，哦，吐出来好，得着，嗯，一般会安尼讲啊，吐出来，哦哦，吐出来，吐出来啊，了嘿，解，吐出来，读轻声好，会吐出来，嗯，啊，等者我记一下，这个是轻声爱记啊，一个，伊若安尼写变成爱读做，互伊个吐出吐来，出来，嘿啊，嘛是，吐出来，嘿，敢若是啊，读轻声较关系，好，嘿，互伊个吐出来，嗯。着好，得着好会真多，破病食好诶，破病食好诶也真多，对食药来得着道理也袂少，搁再也甲人挽什么挽喙齿，喙齿，挽喙齿，哇！挽喙齿敢是拔牙诶意思？是啊，哇，原来拔牙是安尼讲，挽喙齿，啊对对，拔牙是呵呵，满喙齿，哦，哇塞，好，挽喙齿来利益人，所以该无书若出外顺教会，逐摆有带挽哦，这应该是歹破吼，MAN 才对，对，挽喙齿诶齿躯，哇！有带挽喙齿的齿躯，甲人挽，哇，好，就厉害。侪人对安尼来信道理，这是传教的方法，大概是用这四款那定应该是第七声那定，无无亲像，歹势，好，无亲像还是现金啦，什么？现金用现侪款，用遐嗯，济款，用遐侪款，嗯诶，用遐济现款，我为什么啊？无亲像现金用啊，遐侪款的方法的意思啊，是是，了解，是对，这个现金的 type，我来记一下，应该是 KI，诶，现金敢是 KIM？KIM 对嘿，是，我来记一下 KIM，应该，好，这段读书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咱来看即个小看一下即个嘿，图，即个相片应该就有名吼，马好，街拢会退人满喙齿啦吼，哇塞，好，有看到，即个是马街哇塞，吼，是，即个是马街，即个好，是马街吼，佫其他吼，即喙鬚，好，嘿彩色的彩色版的，我看会当放较大啊，嘿，上大啊吼，安尼，即马街甲人满喙齿即相片啦吼，伊当是，阵伊共满，我袂记啊，敢若是几万起啊，自头到尾满超几万起的喙齿吼，几千啊几万我袂记啊吼，就是定咧共满喙齿就对啦。啊，其实马街伊本身伊毋是医生嘛，但是伊也有挽喙齿啦，伊会帮人挽喙齿安尼。啊，嘿，迄当阵逐个人喙齿若歹，嘿，根本就无迄个齿科医生嘛。嘿啊，治好啥，着爱挽掉嘛。嘿，啊，挽掉你一般人要即大人的喙齿无像讲囡仔喙齿是落，伊就逐会落去嘛。
大人睡嘿，要办哪有遐简单？你般人要办袂起来啊，所以就要靠这个马介医生的马介牧师的帮你办安尼。啊，哇喙齿听足恐怖的嘛，你一听哇，迄真正是足恐怖，啊，满条都袂听，所以足侪人是足感谢伊吼，斗完喙齿。是是好，是，来，我来哇读一，一个甲读一遍吼。是，第四段吼。嘿，西药早时伫台湾西药真少，拢是汉药了了，了了着。嗯该牧师来传教，也嗯有用药送人，迄碟迄碟的传道，嗯大家有学淡薄医病的法度，嗯若有小可的镜头，大概会晓打碟。嗯所以常常有人到拜堂讨药，有时拄着人冤家食鸦片糕要自尽，紧来讨药去食，互伊佫吐出来，得到好的真多，破病食好的也真多。对嘿，食药来得到道理。喂喂，你佫等伊啊嗯，？Hello，有听到无？哈哈，即嘛嗯，刚有即嘛听到啊，嘿，听到，喂喂但是，hello hello，你的声啊，音，你有听到我的声吼？有啊，你的声音变会拖，喂，变慢去。你敢有听到我的？哦，有听，较你的变，信号歹嘿，好啊，网好，络嘿，真慢啊，呵呵。对食药诶，来的，你感觉继续？我继嘿，续读你敢已吼。经读煞，还是我读到一半？要读一段？到第56页头一段好好好，请，对食药好好，来得到道理，呃，对食哦，头一抓，药来得到好，道理。请继续，对食药来得到道理，嗯也袂少。搁嗯也甲人挽喙齿来利益人。所以家牧师若出外巡教会，逐摆有带挽喙齿的器具，甲人挽。嗯侪人对安尼来信道理。早时传教的方法，大概是用这4款若定，无亲嗯，像现今用遐侪款。好，了解。诶，咁啊，继续后好，一部好，分，是，好，新学校，第108届牧师转去加拿大的时，有试过演说讲起台湾的消息，听的人侪心意向伫咱的教会爱帮赞。好，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？伫1880年，该牧师转去加拿大的时，有试过演说讲起台湾的消息。听的人侪心意向伫咱的教会爱帮赞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啊。其中一个，其中一个新闻社的主笔，主笔了解主笔最什么嘞？最发起人发起人了解发起人爱鼓舞起一间新学校伫淡水，新学校，毋是新吼，新学校。新学校，嗯，新学校伫淡水，伊有录
录有录新闻讲爱该无事本所在的人出群来起，侪人赞成即个代志，该牧师就甲两个牧师试过去演说，无集金啊，了解无集金。好，长老会以及白派了解，以及白派的教会拢有啥物假户，这应该是应该是第三条吼，假是第三声假户，了解意思，假户应该是假户啊，应该是假户。这是第三条吼，假户也是假户，来查一个。应该是假户。户才对，所以讲后户应该伊是typo，应该爱第三条才对。是。好，假户。HIJKH。我真正无。无假。会看找台语讲无假。完全无，这是我识到伊写毋对。我来看卖。假户。第二点是修第7条啊，第7声假户。嘛无啊。伊是第二点修寄户 KI。哦。寄户伊其他的 Q 口有修假迄个音嘿。对。户嘿。寄户假户。有假户，嘛有收到第三，其他的 Q 口嘛有收第三声嘿。因为这是日本来啦，所以这个发音就是看你迄用倒一个发音，白话音啊是这个读写音来吼。好，等下我甲迄个 type 改掉，应该是第三条。好，这段都好结束，你敢若来读一遍？其中一个新闻社的主笔做发起人，爱鼓舞起一间新学校，伫淡水，起一间新学校伫淡水，伊有落新闻讲爱该牧师本所在的人出群来起，侪人赞成即个代志。该牧师就甲两个牧师试过去演说，无一金。伊即个无一金用无字，好，等下查。敢是爱第7条？咱即马拢讲无啦吼，所以长老会以及别派的教会拢有假户。无集。BOU 第7声应该是安尼嘛？对，第二点修的嘛是第7声。用第5。毋过就是这本册敢若定甲第7声写做第5声。OK， 好，安尼，怪事就好。无集嘛是例句来吼。嘿，好，是，例句。我看伊大力大书顶有写，你应该是对日本来无集吼。喂，好。好来继续。等下我记一个无集金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到无集清楚。原来有这个讲法，无集清楚，用清楚来讲交转迄个意思。好，到无集清楚，就
毋是自集，就自集伫一间美会，好，是一个所在吼，一间美会诶拜堂，美会诶拜堂，王提里奥省，王提里奥省诶总督 Oliver Mowat 做主理，伊是姓氏诶教会，有请出名诶人演说，讲说将所募集诶银12430块交互该牧师，讲爱将遐个银去一间新学校伫台湾，就预定要互即间做 Oxford College， 爱互即个名是因为出钱诶人拢是徛起伫 Oxford 即厅。OK，而且你好，就无无熟悉诶名。哦，我来看卖头一个迄个名。美会，你所以讲我拄则睇，你敢有听？有你读煞我拢有啊，就是有一系美会是啥物？毋知呢，就是一个教会，我去相信，好，一个教会，但是，好，我都毋知是要安所以讲有迄个名我真正有叫这个会呢，医美会，美会，会加迄个奥佩利奥性，伊是迄个 Methodist 吼，迄个卫理会，卫理宗啦，美理会，遮厉害。有关的吼，美理会是 Methodist 吼，卫叫做即嘛华语的翻译叫做卫理宗吼，的一个教派啦吼。等于啊，遐。等于我要安怎来甲你连起来？